念客家，阿叔，啊，哎，太琴山，对呀，我们的衣服啊，很传统哦。传统的。哎，嗯，客家糍粑嘞，哦，我好喜欢吃哦，大糍粑糍粑，对呀，马吉呀。我今天我说了，阿叔啊，啊抽啦抽啦。啊，走。哎呀，哎，阿明姑啊，嘿猪油饺饭，买啦，温培用啊。我嘛该。我今天带阿叔来吃客家米食，哦，客家米食。客家米食。哦，没有，阿明姑，不过米食哈嗯是客家美食，哦米食是客家米食，哦，我穷样哦。什么？什么意？阿叔，你有会按香按好色啊？用爱香爱好吃了，系啊。哎，我老讲，你客家咧炒板条，韩国炒米线嘛，哦，用的料就冇穷样。你看，也有韭菜，韭菜、韩国啊虾米，虾米，种啊，来天香的。哦，来爆香啊！哎啦，所以炒起来哈，这边好吃。哦，难怪我们客家菜就这么棒，3样东西爆香，难怪好吃。哎呀，那阿叔，为什么我们这个米苔目或是河粉跟一般的面吃起来就不一样啊？哦，你睇冇穷样，就是啊，你客家米食啦，系用米做的。哦，夹个炒面哦，系用面粉做的，冇穷样，客家米食咯，较 Q 啦。哦，较 Q 啊！对啦，哦，阿叔，哎喝点汤嘛。很香哎。对啊，萝卜全糖。哎，裸配浅桐，哎，但是阿叔，这个裸配浅桐为什么会叫萝卜钱汤？里面有没有钱？我老讲，跟萝卜咧鬼条呀，切一片一片来时间啦，圆啦，将铜钱的中央啊，哦所以按照萝卜钱，阿叔讲，客家米食，大家都好食，客家米食，大家都好食。講一遍，客家米食，大家都好食，都好食，都好食。係啦，所以啊，唔好客家話，您就落伍啦。客家板條，客家板條，米糍木，蘿蔔錢糖，蘿蔔錢糖。